嗱，今日又嚟到清遠，帶大家睇一套白江邊青城城區嘅一套大別墅啊！呢套別墅係成1400平方嘅，大家可以睇下。呢套別墅綠化都好到位啊！睇下業主都好有心機喺度修葺緊啲花草啦。嗱，最近咧好多朋友仔就問我有冇啲大戶型啊，適合團建啊，或者一大班人大家族出遊嘅別墅呢。嗱，今日呢一套就係12房20床超大嘅別墅啦。一樓呢度咧有600平方嘅，咁客廳呢度咧有個85寸大電視加一套 KTV 嘅音響系統，咁仲有自動麻雀機啦。呢一套咧就有2部自動麻雀機嘅，咁你10幾20人入嚟咧都唔會話要搶啦。呢一套別墅12房全部都係獨立衛生間啊，可以睇一睇。嗱，咁而且我哋有配呢個一次性嘅物料嘅，可以睇一睇咯。嗱，一樓有張麻雀台，3樓呢度都有個專門嘅娛樂麻雀室啊！嗱，啱啱帶大家睇完呢一套別墅啦，咁咧有啲團建需求嘅咧，咁啊可以過嚟揾一揾我啊！咁嗱，你如果團建20-30人，咁其實平日過嚟咧，人均都係百零蚊嘅啫，咁啊可以租到咁大套別墅啦，非常之抵玩嘅。